討愛、討車、討強、討劈，就會形成親人做嘅。阿 Kevin，一路好航。我们今天就当做欢送老旅，荣退。妈妈，你放心去旅行，我长大会跟你一样漂亮。真正上做，比講乜嘅睇拖都還加重要。上下將嘅脾氣加速就感受得到。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好，本样是看好空比波，大家家下看到的样片咧，就係下個電視台的3月30號，就係下禮拜一路會推出的最新的8點檔連續劇，就係《出境事務所》哦。大家知冇？啲台灣然後平均4分鐘咧，就有人後會離開親戚朋友哦，出境去到另外一個國土，也就出境事務所咧，就係講一群咧處理你親戚朋友啊、個身個後相關嘅事務嘅工作者哦。看清嘅動到生死過後咧，運用嘅面對7家人生嘅課題咧。今年後就邀請到嘅戲劇地都嘅演員嚟到現場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咧，先嚟分享嘅就係林義賢，義賢好。大家好，我係林義賢，今日東方戲來到呀，宣傳出境事務所。好哇，合法講嘅同好哦，吼，唔係行人合法講都暗爭掉。那位位咧吼係行人嘅吼，一下來談可能幾合法用嘅，分享一下邱德勇。大家好，我係邱德勇，今日東方戲來到呀，宣傳出境事務所，太好。唔會緊張嗬，唔會緊張嗬，而你唔會行人嘅，講到暗裝而家你啲順風唔會緊張嗬。唔會啊！大家好，係有看過下個天4八號，對呀，德勇可能冇上分啦，因為你就做過動作戲咩，江原生啊，還有宋拜耶再合作案，啲地度都有動作到嘅戲劇嘅演出嗬。唔過100號嚟做呀出境事務所嗬，嗱，T100談到1秒嘅時間，嗱真勁老到，因為大家做得看到海報啊、海報啊，吼，當紅嘅用嘅啊，出境事務所，係講伊咧比洋機啊、航空啊、航空張地度地勤人員啊，動槍咩吼，唔係呢。嗱，看到片花嘅時節啊、泡沫啊，看到哇，禮儀師誒，伊咧條路呢，又喺台灣連續劇地度啊，吼，T100用安尼主題，咩做得講起咧講伊咧喪事啊，吼，還有忌諱的一個主題呢。我說大家應用啥吼？T100拿到入劇本嘅時間，預先來講下好誒。T100拿到劇本，會動聽還係用興奮感。興奮感，因為真的就是沒有看過這麼好的一個劇本，這麼完整，然後很深刻，然後唔可以講行呢。T100拿到嘅時間。我記得那個時候公司跟我講說，宇軒你會講客家話嗎？我就說，基本上我不太會講，但是我會報捷運站名，每天聽懂你就會。然後後來到了製作公司試鏡的時候，他們就說，裡面有個客語老師叫我先進去。我說天哪，該不會我現在要馬上現學現賣，我要用客語試鏡嗎？那怎麼辦？這樣子，然後結果。進去之後，老師就是說，來，我講一句，你跟着我講一句，就大概念了一些劇本的句子，這樣子。5分鐘之後，老師走出去就跟製作人他們講說，走得，我就說走得有2種意思，走得行誒，走得正，因為要讓你懂走得。然後製作人他們就走進來說，你是目前為止我們4道演員裡面最快讓老師走出來的。我說那是什麼意思？哇，那董兄嘅第一前面係慢啥呢？對啊，然後他們就講說，就我有學習能力，語言能力還不錯，就是可以試着學習。可能模仿的能力不錯哦，就做得好呀呢。唔過你嘅合法吼，真正係你順風你的對手哦吼，地度賣笑嘅德勇吼，唔係真正知道佢講嘅合法同好吼。哦，真正同好，我攞到幾個漢年。哦，啊，自家唔係吼。安尼想要較輕鬆嘅事情。唔過做得分享一下地度嘅角色係乜㗎？哦，地度嘅角色。懂淡菜，是這樣講嗎？淡色，懂冇淡啦，係冇？就是很膽小。佢就很愛醫生淡，
一岁蛋，因为陈桂义没桂义一岁蛋，就某蛋然后妈妈供你的时间某供蛋。对，然后可是很冲突，就是他很胆小，他又怕大体，又怕死，又怕鬼，什么都怕，但是他却想要做，就是一心想要做礼仪师这个行业，然后在他的工作的这段时间，他去慢慢的去体会、去学习，然后跟着成长，非常的勇敢的一个女生。哦，故说也老正经的林宇轩、林奕贤，嘿，强勇还是唔强勇？因为爱唐也德阳讲吼，就强勇咩，就冇碟做嘢强勇啊，爱我按蛇蛋。对啊，因为真的陈桂义是一个非常就是他这个对他就是只要有一点点。譬如说旁边人大叫，他就会跟着大叫的那种，就是很容易被惊动的一个。然后我是淡定一点啦，可能看到现实生活，对，天是审判敌度，但一般女生比较不太一样，人家看到蛇啦、对，会大叫，我就还好。有那么一只灵魂就抽嘅。唔过讲到德用咧，因为老爷宇轩有懂得会对数嘅戏咩？吼，唔过你啲敌度。用啥都係禮儀專員係冇，係忙係禮儀師，有師就冇強用嘅哦，所以咧形象就差動多。嗰種用啥就會算是新生咩？吼，啲啲都會按唔係用嘅角色，其係當動寫按嘅。我係同性戀。哦，所以講娘娘腔。特別要去揣摩嗎？不用。唔係我講嘅哦，唔係我講嘅。一係我七九年講嘅就真件大家都得相信。一係我天師拜咗同性戀嘅角色啦，叫嘅就真件嘅啦哈。冇，不過每一個都不太一樣。對，這一次賣笑。他比較特別的是真的是客家人，泰雅族底下族客家嘅家庭啊，同性戀、黑仔，我知道較傳統、較難接受嘅東西。係啊，我們唐公你啲地度除咗係有呀，就係同志嘅情誼之外，其實你們係老，因為有特雜嘅新生嘛，吼，你就會專員某嘢東西請冇用用，懂好畫圖係冇畫面啊。化妝，對，我在裡頭是專門化妝，我的興趣是化妝跟設計做衣服，設計衣服，對，所以。唔過這種事你會想愛來賣笑，你會想愛來做呀禮儀師咯。其實都也係一個同性嘅行業，佢嘅爸爸媽媽咪想講，呀，同好啊，你做來試看啊，安尼，佢想愛留自家中意嘅興趣，比如到留陪你投入地度安尼，留自家嘅興趣，投入地度留陪你安尼天數，係啊。你爸爸咩係做殯葬業？爸爸係里長，爸爸係里長。你搞清楚，爸爸係。希卡地度嘅爸爸，希卡地度嘅爸爸謝國權老師，係國權老師，安尼，佢係里長，泰雅族底下族台灣里長咩會咩事咧？安尼，嗱殯葬有一些關係嘅東西，我有一些搞關嘅東西就做嘅。唔過哇，國權哥、國權老師係你嘅爸爸，佢啲地度啲嘅角色係里長咧，又係你嘅爸爸，佢用咩？聽說這唔得接書，又係客家爸爸哦，係啊，對隻。是長子嗎？係，獨子。哦，用解釋。係啊，我有老見，我覺得你的地度很壓抑吼。係，非常壓抑。我老國軒老師討論過，就話嘿，一個客家家庭，老一輩的嘿有辦法給接受一種東西嘛？有討論懂多。所以我都咩想愛留安尼衝突。想辦法表現出來。對，唐公啲地度沒有啲，我知道也係地度吼，有懂到懂細膩嘅素材。真經有上次大家啲講做戲，不過做戲真經係反映現實神法地度嘅細故事。像唔家講嘅有懂到嘅同志情誼、同性戀啊，吼，地度真經啲一下現實神法地度，真經會本人排斥啊。雖然講一下可能係咧同現代嘅大家同開放，就像唔家講嘅，假使係客家家庭，冇聽說客家家庭，可能好多家庭沒有，可能外省家庭沒有安尼問題。唔過就係尤其係啲戲劇地度細膩嘅地方就有看到，有上次我看到地度係唔係就有爸爸媽媽知道也係做得改嘅。係，那我們台灣本省家庭老一輩的可能真的都會覺得同性戀也係做得改一啲。
贵后了的东西，嘿。可是这个东西就跟肤色一样，对，肤色国籍一样，这是没有办法改的。所以我们也的确在里头想要表现出说，老一辈跟我们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东西的认知上面的冲突。没有走出来就错呗，没有低度，因为大家真经来看生讲说，哇，真经用为有人吃到也做得改呢。因为大家可能也哈输到高肉啊，就知道也係一类基因啊，也係遗传，还係马家等到口技方面呢。你有没有吃到求助于神，还是求助于庙啊？马家就做得退价，还係贵高啦，就讲较简单，就做得贵高。真经有按呢，一群人係按你想的。而且我觉得更悲哀的是，可能真的有很多同性恋，他们因为社会的压力、父母的压力，他们只好假装被改好了，结婚生子，就压抑着一辈子。对，就是一辈子就这样过了。我觉得这是很令人觉得难过的一件事情。不过啲地度，因为也咩唔算係暴雷啦，因为这个就讲了。故说啲地度，啲希卡地度，人家就新生们嘛，你们的同才、你们同期，其实都地咩？故说通过也贵意咩上嘅蹦出去吼。其实贵意中医冇少哦，唔讲你有地，故说佢上爱几好。就想要他好，然后就不想让他这么不开心，然后就会说，那我可以帮你什么，我帮你嘛。她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女孩，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子。桂毅真的，所以这一点跟她本人非常像，非常像，懂冲。唔可以讲白嘛。才是的哦，小心一点。不过真经大家喺睇得出来吼，宇轩佢嘅合法真经讲嘅同好，唔出睇安尼，我啲上高休，你就接到也去，唔管用嚟练咯。真挺很痛苦哎，那段时间刚开始拍的时候，因为其实一开始还没有开始拍的时候，有行商教我们上课，然后用罗马拼音，然后我就满脑子都是英文字，就是行商教我们怎么拼那个音，然后他念一句，我们就通通都写下来，然后我的剧本上面通通都是罗马拼音。那一开始比较对戏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时候，我每天就是关在宿舍里面，打开客家电视台，看客家电视，嘿，然后就开始念我的剧本，然后就听。鼓手观众朋友，看客家电视台吼，本4年嘅看客家电视台，真经对合法都有效果。看宇轩吼就底嘅，好，还有也好，也拜咧客家电视台推出嚟也出境事务所吼，送嚟有乜嘅精彩嘅内容咧？等下咱播本大家底哦，也下先聊聊一下。